我发梦到我好像去到一个未来世界，在车上坐了一家人，全部好像不认识的，也有小孩，也有父母，是我去到未来世界呢？你做梦做到未来世界，你当然去了，你不去你怎么会做到啊？感觉那坐在车上那边的是一家人来的，我全部不认识的。你当然了，未来世界的人你认识啊？那你说明你已经在上面过了。你现在偶然的上去一次啊，你当然不认识他们的，这是你的神识游天界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讲是如果他写的不好就脱离不了这六道啊。那当然了，像你这种目前这种嘛，肯定在六道当中的呀。好。